大家好，我係 Patrick， 我係捷成香港澳門保時捷中心總經理。捷成係一間擁有超過100年嘅家族企業。我哋一個核心嘅理念就係 Success breeds Success。公司以人為本，集團同我哋一直都相信每個年齡層都有佢獨特嘅價值。我哋會繼續透過年齡多元化嘅招聘，例如再聘請退休嘅同事，俾佢哋繼續有機會發展所長，做到技術同埋經驗嘅傳承。我係 Mark， 大家喺度做嘢嘅通常都會叫我做 Mark 哥或者 Mark 師傅嘅。日常主要負責新車交付前嘅系統查核同埋檢測工作嘅。我係2015年加入捷成嘅，一直喺保時捷中心工作，一做就做咗10年，直到今年已經到達退休年齡。我哋好開心邀請到阿 Mark 翻嚟，繼續同我哋喺捷成一齊工作。公司提供平台俾員工持續成長，又可以幫到公司發展，互相成就。好多謝公司俾我嘅機會，鼓勵我發揮所長，將經驗傳承俾下一代嘅師傅。捷成同保時捷廠方都好注重手藝同埋經驗，當中好多機械嘅細節嘢都唔係我哋可以用電腦診斷出嚟嘅，係需要師傅嘅經驗同埋手藝去判斷當中嘅問題。所以團隊入邊擁有阿 Mark 做咗咁多年嘅技師，對於技術傳承真係發揮咗一個好重要嘅作用。從發捷成係因為呢間公司充滿人情味，唔同嘅年齡、唔同嘅階級，大家都會互相合作同埋支持。就好似每年11月捷成嘅健康月，我哋有一個免費嘅身體檢查，仲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坊。對我哋嚟講，人情味唔係一個口號，而係點樣每日做事同埋對人。呢種文化先係真正支持新中年員工融入同埋發展嘅重要關鍵。我會用活力呢2個字。佢哋唔單止有豐富嘅工作經驗，對工作有熱情，佢哋會用過去嘅經驗去應用喺今日嘅挑戰上邊，幫團隊揾出新方法、新角度。有佢哋喺度，絕對會幫到公司蓬勃發展。